第3輯預告片。呢一輯嘅主題係天主引領相伴同行。而天主佢點樣同人相伴共舞？佢點樣施恩拯救？同埋人佢點樣回應貫穿舊約5個相連嘅故事？主要人物包括亞當厄娃、亞巴郎、梅瑟、約書亞同埋唔同時代嘅以色列民眾。故事當中流露嘅係真實嘅人性，同埋天主佢嗰份無以復加嘅愛。人對於天主嘅愛，有時確係難以覺察嘅，有時係刻意拒絕，當然亦都有接受擁抱嘅時刻。令人驚嘆嘅係，無論人嘅整體狀況係幾咁橫硬悖逆，每一個時代總有一啲人因住天主嘅恩寵作出信德嘅回應。亞巴郎、梅瑟、約書亞就係一啲精彩嘅例子。因住佢哋對天主嘅信靠，佢哋成咗上主得心應手嘅工具，甚至為以色列民帶嚟一個又一個嘅新開始。對於天主嘅救恩計劃，我哋又點能夠唔讚嘆稱絕呢？